曼谷三大必食自助餐，燒海鮮餐499泰銖起。去到曼谷嘆美食，唔能夠錯過各式自助餐，由半露天式街頭小店到酒店餐廳，又以海鮮為主題兼價錢極相宜嘅，亦都有走精緻路線但性價比高嘅。以下有三大自助餐，各有特色。下次遊曼谷絕對值得親身品嘗。499泰銖嘆任撈任食海鮮燒蝦自助餐。Kotlai Seafood Buffet 喺曼谷有多間分店，但喺 Sukhumvit 嘅交通最方便。燒海鮮自助餐有499同799泰銖兩款。大部分顧客都會選前者，因為已經可以唔限時品嘗到約80款美食。除咗任撈任食游水大頭蝦之外，各類海鮮都放咗喺冰台任食客挑選。單係蟹就最少有4款。其他海鮮呢，仲有三文魚扒、多春魚、魷魚、墨魚、螺、蜆、聖子等，仲有好多肉類啦、蔬菜啊，可供選擇嘅。加49泰銖即可任飲汽水、果汁等等。曼谷最佳自助餐 Copper Beyond Buffet 有曼谷最佳自助餐美譽嘅 Copper Beyond Buffet， 從食物嘅外觀到上菜嘅方式，都展現出高雅同精緻嘅風格。同時都會採用高級食材，必食三寶包括超巨型和牛壽司、即製和牛船麵同香氣滿瀉嘅松露湯配牛角包，仲有無限量供應嘅燒大頭蝦、肥美生蠔、炭烤牛舌等。甜品如蘋果批等都會即焗出爐。而同樣嘅食物，離市區較遠嘅 The Sands Pink Cloud 分店會較 Gason Armani 新店便宜，約1999泰銖，可以到泰國訂座網站 Hungry Hub 訂位。曼谷最佳海鮮自助餐 Cuisine Unplugged，Pullman Bangkok King Power Hotel 嘅 Cuisine Unplugged 餐廳，被譽為提供曼谷最佳酒店自助餐同埋海鮮自助餐。現時週五同週六晚推出 Weekend Seafood Buffet， 以蟹作主打，包括黃帶蟹、松葉蟹同埋藍蟹等，其他尚有生蠔同紅蝦，仲可以自選材料，即場製作魚生飯。扒類都好有水準，仲要係即時燒製。餐廳設有烤爐、即製薄餅，甜品款式都好多。甜品控一定會覺得好正嘅。設有朱古力噴泉，令到小朋友十分興奮。收費為2490泰銖。